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昨暗海军民团男有24岁上兵跳海，受到和平岛向台船的保全讨救兵，军方表示逃兵原因可能是家庭问题。嘉义民雄大华国小的毕业典礼天幕落来，结着2名家长，真可能是厝顶漏水伤过重才造成意外。台积电伫嘉义太保申请风筝厂5月，但工作乌着危机，目前先暂停时间，等待相关单位来确认。伫海军民团男顶头做兵的24岁姓欧的上兵，讲是因为无想要做兵，昨暗10点半趁军舰出海执行精神任务的时阵，却跳入海，受水受到和平岛公园来爬上岸，向台船公司的保全讨救兵。落尾送病院检查无问题了后，再去由军方的人甲带倒转去。海军表示讲，真有可能是家庭的问题，才会想要逃兵，目前有在甲伊辅导啊。刚刚说什么叫我们判断他是不是偷渡客？说什么军人？他是海军的啦，是中华民国海军吗？对，他心情不好，舰上跳。消防人员到现场，一度怀疑这对海内底收起来查甫人身份，经过确认，伊是伫海军民团男顶，和一个24岁姓欧的上兵。先生的力入海多久知道吗？游了2、3个小时。这上兵讲，因无想要做兵，才伫军舰出海无偌久了就跳海，受水到和平岛公园，体内未堪了后，找台船公司的保全求助，送医检查无问题了后，就是透早由军方人员带转去。那他其实平常表现的部分都还算正常，但是有一些个人一些小问题，那我们单位也积极在辅导他，继续服役，他有一些需要再跟家里面跟单位再做沟通。海军参谋长讲，姓欧上兵已经上船服役4年外，会发生这代志是出来的因素，会搁辅导。因来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40条之一，伫营第7天开始，才看作是逃兵。若伫限期内底回营，伊原必须接受宪政调查，确认有逃兵的意图，就必须来处罚。国防部统计，近5年军事机关以上侦办军人逃兵案是48件，像去年3月金门2大4单的上兵受到中国，讲无要转来台湾，互检方通缉。因来今年4月，台南步兵203旅出现头一个1年期义务役，搬过枪仔离开营区。5月后，成功领义务役4条的离兵回营进前逃走事件。学者讲，国军对过去这些化管理走向人性化，会使互相款状况减少。我想国军目前的进步很快，就是在军队的管理部分也都更为人性，所以类似的这种事件，我想是可以再得到进一步的减低。国防部长顾立勇上任了后，已经宣布取消官兵休假汇报，严格调查立委受到围剿基层官兵的认情，讲部队无落实安说。顾立勇讲，会伫部内会议，搁再要求严格执行，拄着状况才需要汇报，来减轻官兵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几落只中国民航机飞过金门马祖天顶，引起关注。民航局表示讲，下晡的中国航管单位有通知台湾这边，讲是因为天气关系，可能会有民航机飞过金门或者是马祖天顶。根据了解，这个飞行机呢，飞过这金门马祖天顶的中国飞行机是厦门航空、澳门航空、东方航空含这首都航空的飞行机。民航局表示讲，经过观察，一寡民航机飞过金门马祖附近含天顶的时阵内，关岛拢无入去咱的管制区域，无影响到咱台湾民航机的运作。咱台湾这方面也有甲中国明确警告，袂当飞入去咱的管制区域。总统赖清德昨伫咧陆军官校100年校庆致辞的时阵表示，无法度接受头一件就是最后一件的投降主义。外界拢认为讲，这就是伫咧讲马英九。马英九办公室就随批评赖清德是引荐总统。另外，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将来咱台湾袂去共讨战，赖总统的重点是要有对抗敌人的决心，而且也讲到国防部会俄美军成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不能够接受首战及终战的投降主义。总统赖清德前一天伫陆军官校100年校庆的讲话，被看作是兼职前总统马英九，马办马上回击批评赖清德是引荐总统。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强调，台湾将来无求战，赖总统的重点是要有抗敌的决心。我想，总统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那也要有抗敌的决心嘛，不能够接受投降主义啊，以不对称的作战思维来建构我们的重城贺主。咱猜修势作战暗过无动偌久的问题，会用无对称作战下照敌军的战略，瓦解侵台企图。
另外，金融时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讲法，习近平捌讲到美国想要刺激北京武力犯台，郭立峰表示无清楚报道的真实性。不过，即马真明显，中共才是区域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军事围道记录15、16人工，有3只强舰出现在外海。除了咱的海军舰艇伴航监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也在附近跟踪监视。16几天，国防部公布查到2只强机、10只强舰交台。中央地区搁再度观测对美国采购军售演陈的状况。托式飞弹2B 从2018年起案至今是零筹获，测评好像有点问题。现在这个测评已经过了，所以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会交易。这个部分应该要据理力争，而不是他说什么就什么。而且我们在这里还帮他粉饰说，我们延宕的只有3案。我没有帮他粉饰，但是委员的指教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跟他据理力争。郭立雄表示，3项对美国军售的重大演陈，分别是1700条脱式自比飞弹、66只 F-16V 加 AGM-154飞弹。脱式飞弹部分年底进行会全部交会 ，F-16V 今年第4季会交2只，交会时间依然维持伫2026年底进行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民乡的福乐国小今仔办这毕业典礼，不过这礼堂的天棚却熊熊落落来，去激到2位家长赶紧送病院治疗。学校认为讲是这厝顶漏水，天棚变了伤过重才会落落来。教处遂要求学校爱检视这环境，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天棚落伫土骹，摔者脆糊糊，顶面的轻钢架是有已经凹起的痕迹。该关民乡乡福乐国小17节气举行毕业典礼时发生意外，礼堂天棚突然崩落来，造成迄当时伫下面的2名学生家长受伤。毕业生致辞的部分，然后后方就听见很大的一声东西掉落的声音，刚好有2位家长在下面，然后就砸伤。今天是毕业典礼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然后这个板子可能因为它的含水量太重了，以至于这部分的一个板子就掉落。学校初步检判是厝顶泄漏造成天棚承受伤重刷落落来，目前已经将礼堂封起来。嘉义县消防局10点左右协报到场紧急救护，2名受伤的人分别是36岁甲39岁女性，头壳拢有刮伤，其中1位手也受伤，全送往嘉义基督教病院治疗。2名女性年约36岁及39岁患者，头部有些许外伤，意识清楚，给予相关处置后送往嘉基医院救治。请学校一律再先行检修一下，是不是如果有漏水的部分，要先行做一个漏水的处理哈，避免这个危险的事情再次发生哈。我们这边会督促学校来全面检视。嘉义县教育处强调，会请学校全面检视校内空间环境，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也请督学表达关心慰问。那2名受伤的家长经过治疗了后，拢已经返去厝休养。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进前去树林夜市买这李亚签，头一粒就发现讲已经生肝，加在又赶紧配出来，无食落去。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会派人去稽查，若做有问题，佮唔改善食，会当罚6万块以上罚金。夜市内底各式各样的小食，互人看了到地真想要食。不过，真正有民众到台北树林夜市买这个糖仔肠，确实发现竟然生菇啊！外面大家看到了后，引发议论。我会觉得这间店可能之后不会再来，因为他们就是在卖东西，他们没有先注意食安问题，然后我就直接卖给客户。蛮呕的，因为买好回家，然后又那么贵。详细看民众买糖去的糖仔肠，外口高糖浆，不过伫水果地头的所在，确实出现白色生菇的物件。买到民众讲，只食头一粒就食到生菇的，加在厝内底人拄食到就看到生菇，赶紧吐出来，这个品质有问题。事发了后，树林商区理事长代替这大头出来解释的。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投诉，他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天气很闷热，有下大雨，这几天的生意比较不正常，比较不好，所以说他有剩的很多余货，他没有检查说那个食材有没有变质，他也承认说是他的疏失。防指控这大头事发了后，是点点照常摆搭做生理。另外，原先库存剩的这物件已经全部现杀，无去使用，而是全部换做新鲜的食材，确保这食安无问题。台北市卫生局是讲会派人去查验。如果有违反审法第8条的规定，
那卫生局会要求限期改善，限期改善之后，如果仍然不符合法规的要求的话，会处以罚款6万元以上的一个这样处分。食物中毒都用急性肠胃炎来表现，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甚至发高烧都会。动物专家呼吁每个人上爱伫温暖湿淡的环境中成长，呼吁食材爱好好保存。另外，民众伫食进前，上好先注意这食品外观是毋是有生菇，若是有生菇，上好牺牲卖食，才袂造成食物中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宝林地色中毒案件造成6个人死亡，唯一一个动静出院的黄小姐，到今有关心惊惊，也讲伊即马体力是变甲真歹。消基会今开始正式受理案件，只要有20人以上呢，消基会就会当代表这受害者提起团体诉讼，如果这讨赔偿的金额可能会超过1亿。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件为3月发生到即马，有受害者经过甲死神拼命，总算康复出院，毋过有家庭就此就安尼阴阳两界。这个动静当中有6个死亡，唯一一个康复的黄小姐，到即马依然因命，毋敢食东南亚的食物加几条，而且体力也变甲真歹，非常差，然后可能就是做没几件事情，然后走一下路，我就感到非常疲惫。林武觉真的，一定是要负起这些责任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应该重判嘛。黄小姐已经收到市府汇款的医疗费用，也有大时代广场的12000块的慰问金。不过，对受害者后续未知的身体健康影响甲精神赔偿来讲，拢无够。目前已经有30个受害者表达由消基会提起团体诉讼的意愿。消基会为17开始正式收件，那达到20人以上对依法提起团体诉讼。所以我们会就请求的部分再乘以2的话，然后有30位的这样子一个人数啊。那我们光是死者的部分呢，金额就说不定，我们如果请求这个1000万啊，或是2000万，那6个的话就超过1亿了。食安法里面规定有成立食安基金，那对于团体诉讼有成立的话，我们都会依规定予以补助。就像今夜可能的破局，消基会也已经开始讨论未来可能面临的法律攻防，因为宝林地色业者可能无能力应赔偿，依法企业经营者也要负起连带责任。亲像湾北大时代广场甲都市西关工顶，未来受害者至少也可能得到一寡保险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西门派出所有一名姓洪的副所长张宏发现讲，伊倒伫咧披金色的房间头壳掉情死亡。警方排除有人介入，也正咧调查这死亡原因。今年到今呢，已经8名警察行地路。警政署长张延庆表示，除了警察内部有关老师机制，也会找心理咨询师来斗协助。不过学者认为讲，这内部机制无够专业，也惊防灾，才会少人使用。接到家己人的歹消息，感召警员到场进行勘查采证。新竹的西门派出所一名涉案副所长，16号发现倒伫房间头壳掉断死亡。警方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远警值班交接，发现洪远枪弹未缴还，察觉有异，立即于驻地3楼寝室寻找，发现洪远已自强倒卧勤务宿舍床铺。虽然详细原因有待厘清，不过警察自杀危险的代志，今年到今已经有8件，过去4年也出现22例。面对警员定传出自杀，甚至有少年化出事，警政署长张永兴回应，会增加委外的心理咨询服务。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关怀机制以外，就是要委外的心理咨商师，把这个预算有增加，明年会再增加这预算，未来增加这些覆盖率，就是让他们心理上没有一些负担。其实警察机构本身有建立关老师这项身负主管，只要警员出现身心状况，为家庭问题到精神疾病，都会当寻求协助。不过，新疆关老师业务的警员讲，过去这项机制使用率无悬。担心会被贴上标签，而且不能够保密，而且关老师是由远警监办，造成他们求助意愿可能会降低，因此很难发挥功能。保密性不足，警方打标头，警察各项教育压制自身情绪，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分析，种种原因都让警员唔敢要求协助，和功效有限。明显的工作压力整个飙升，其实我们应该要做个案性、较深入的调查，才能够知道说，为什么今年会到这个状况。如果你今天有这样一个记录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考核，升迁也会影响嘛。如果像我问过那些比较高阶的，他说当然也会考量一下。
虽然有关老师会当咨询，毋过学者点出，机制轮做半失灵状态，建议强化相关人员心理专业训练，做好保密工作，互警员信任求助系统。就算即摆的做法会当转介咨商，毋过外部专家也要对警察群体更较认识，才会当将受到压力的警员为抗辩诱导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准备伫咧嘉义太保的南科嘉义园区起2座先进封装厂，不过第一厂5月动工出去挖到可能是未知的物件，目前先暂停施工。若这进度部分的南科管理局表示，台积电已经有调整，会提早起第2厂，目前正咧申请建造，起厂房的进度未去拖延。工地有风速线禁止进入，台积电选定南科嘉义园区，立起第一座可化式先进封装厂，5月才动工，未得到技术挖到位置，目前已经暂时停工。有通报本局发现了疑似的遗迹，那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呢，已经暂时停止施工，而且呢，我们已经邀请了文化资产的委员进行现场的勘查，也开了审议会。那委员呢，原则上呢同意呢抢救挖掘。审议委员会到现场勘查，决定抢救挖掘，后续依照民族法规定办理。不过，这安尼地势停工，互外界好奇，是不是影响台积电的建厂开发进度？目前因应这个状况呢，台积电它调整工序，就把 P2 厂同步启动建厂。那目前南科管理局全力来协助他们相关的申请。台积电顶礼拜已经向管局申请第2厂造地建厂，建造还在申请当中。实际去园区第1厂虽然内部已经停工，免高向伊卡乌，不过17下晡，议员因看到怪手甲工人在整理外口的环境。每天差不多6点就开始赶工，有时候做到晚上差不多9点至10点这样。南科管局强调，等相关文字抢救完成，第1厂就应继续施工，加上第2厂提早施工，有个2厂的整体施工计划未受伤过大影响，会全力协助相关行政程序。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花莲大地震地区东部的观光到达游玩正惨淡。今麦佫再传出讲，台东有游客检举民宿，讲这民宿呢伫公共已经装摄影机，甲人偷翕。目前警方正咧调查，也正是关门停业伫面车顶头会室内。县政府表示讲，若准调查确定有违法，会撤销这间民宿的民宿牌。台东县政府稽查人员早起去这间疑似伫公共已经装监控摄影机的民宿调查，不过这间民宿已经关大门。业者10日也伫面册会室内无要搁做陆续业。县府表示，业者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发展观光条例、甲民宿管理办法相关，应废止民宿登记。违反善良风俗、情节重大者，得处20万以上的罚金，甚至于最重可以撤除他们的民宿牌照。花东大地震了后，东部观光订房率一直落车，即马佫传出民宿业者偷翕，观光可能佫受影响。台东县民宿协会表示，这间业者毋是民宿协会会员，80外间的协会会员拢会遵守政府规定，伫公共区域装监视器，一定会互游客看到佫打广告。已经生意不好了，还搞那个。装公共监视器的地方我们会写我们会表明说这个地方有在录影然后第二个。涉及个人隐私的，那就是包括房间还有预测那个是绝对不能装的。台东县委办在祈求者暗过饭店订房率无理想，县府表示会加强稽查，陆续房间安全。民宿协会也呼吁游客上好向协会会员或者是合法的饭店订房，才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自然的环境，若准备毁掉是一时，要爱恢复可能爱过了10年。提醒观众朋友，入到深山那来点火，就要特别注意。来看美国加州连续2天传出大规模的野火灾情，这天气干燥，搁再加上这透风，野火是烧了真紧，烧到规大片。南加州的洛杉矶郡是烧规片，超过1200名露营和爬山游客就要赶紧来撤离。目前敢若有法度控制2派火势，消防队也当咧拍火。消防队员10日专用拍火伫边坎的野火，伫洛杉矶西北边100公里的5号州际公路附近传出野火，可化加强风造成火势拖较真紧，加上地形正狭，无方便拍火，12000英亩的土地陷入火海。
因为野火地点是伫吉安国家金字塔河受限区，加州就业工行服务处赶紧撤离1200个露营甲爬山的人，抑个越野车技术、各关设施，目前有2栋商业建筑烧了。加州消防当局派出400消防人员、700台消防车、加入突击专业应用。消防队员为了防同时间拍火，也过强风吹坏拍火水条，影响拍火效率。这场野火互消防当局后名叫做波斯特火灾。目前只有2拍的火势控制掉了，虽然也无伤亡，不过当局已经指示洛杉矶郡以北格尔曼地区的居民撤离，消防队来调查导火原因。另外，伫北加州旧金山以北130公里的所在，昨日也传出野火灾情。消防单位针对伫索诺马河附近的主题区下令撤离警告，这场叫做“喷特火灾”野火，烧灌木丛甲林木了后，不出大量乌烟。目前火势已经控制15%。强风关分，佮加上大水天气因素，明显阻碍救火进度。安尼天气预测会继续到17。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连续2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昨日结束，有超过90个国家参加。会后的联合公报拢同意罗西亚和乌克兰双方就要和平对话停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只要罗西亚撤军就会当谈判。另外，泽伦斯基也想要甲中国库瓦来促成停战的谈判。2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昨日伫咧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结束，几60个参加的国家伫峰会最后的公布，拢同意实现和平需要各方面参加加对话，并且重申乌克兰的独立加领土完整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再一遍强调，只要俄军自乌克兰的领土撤退，佢当天就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也有机会有我无参加峰会中国。Не казала, що Китай наш ворог. І я прошу вас не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такі речі. Я завжди говорю, що у України ворог один – Путін, бо саме він напав на нас. 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друзів, то я вважаю, що друзі – це ті, хто допомагають. 泽伦斯基希望中国会当做一个对乌克兰斗3天的朋友，真侪国家的领导人拢亲自参加这场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俄战争停战的条件无包括支付导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一个早超过15亿美金的援助来，要用伫咧改善乌克兰的能源甲领导情形。欧盟执委会主席也批评，普京并不是真心想要结束战争。He's insisting on ceding Ukrainian territory, even territory that today is not occupied by him. He's insisting on disarming Ukraine, leaving it vulnerable to future aggression. No country would ever accept these outrageous terms. 这场峰会有超过90个国家参加，目的是要讨论安怎结束俄罗斯所发动的这场已经27国的入侵行动，并且汇集全世界各国的意见。不过，俄罗斯并无受邀请参加这边的峰会。克林姆林宫强调，普京无排除甲乌克兰谈判，不过希望谈判的结果会让得到保证。Путин ничего не отвергает. Он не отверг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там есть легитимные орган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страны, поэтому кого органы уполномочат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так дале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едут экспертные люди, но фиксируют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легитимны. 另外，参加这边峰会，印度、沙特阿拉伯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维持因战争无警兵起来立场，并无伫这份有谴责俄罗斯意味的联合公报签字。印度因为历史的争议，也个无结名多重选择丁斯克。自从俄战争以来，并无公开谴责俄罗斯，也不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印度外交部希望俄罗斯甲乌克兰用外交对话来找出和平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中国有一个查甫人，伊车配驶着快艇对中国福建冲到淡水河口，咱甲查到了后，伊说甲咱的海巡人员讲，伊是刀口自由。虽然地检署今仔问话了后，随甲人抓起来，而且声称羁押协助。为什么要来台湾？
中国这个姓的查甫人掠上警备车的时阵，讲无后悔来台湾。驻林地检署回应讲，经过侦办了后，认定姓的查甫人违反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涉嫌出席国级移民法罪嫌重大，而且偷渡来到台湾无大的所在，使用期满有逃亡的可能性。检察官当庭甲伊抓起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台湾有艺人讲有收到中国北京影视公司的批，讲若准配合因来发布特定的内容，会介绍中国的工作机会，一年挺好赚上千万，甚至要招台湾的艺人做政党，目标是2026年的选举。内政部是强调讲人民有主党的权利，毋过袂当接受境外势力指示赞助，沦落做统战的工具，会去犯着国安法甲反渗透法。台湾歌手谢和弦进前提并且讲，受到自称是北京珠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批，讲若伫个并且发布建构新型两华关系内容，对斗相共介绍中国头路，年收入大票千万，有邀请艺人组成台湾拥护党参政。因为进前网红波特王头摆亚出中共当今邀请网红去对华拍片，佫引起中共文化统战手法的讨论。你现在在影片当中把中国的好话说尽，到底是真心觉得好，还是因为你收了钱只好说中国好呢？政府要密切的来注意，然后任何的这个新的一些发展趋势，我们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委质疑中共统战做法已经扩大到文化高度层面，要求政府反制。那谢和弦艺人何以奇昨日也在面册发文，受到同款的批，佮强调几个月进前已经收过一摆。组一个党。然后，而且要找于天当党主席，这个算是很荒谬的事情。我会更怀疑说，这是不是这个民进党党内的新一波的政治斗争？还要成立那个政党，这跟我们台湾的政党成立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个人认为，通通都是假新闻啊。批内底讲到造成台湾拥护党点名，民进党前立委余天做党主席，佮计划2026年投入地方选举。余天甲这个进程拢无回应，暗过批出来已经引起讨论。立委会咧透过相关单位查证真假。这个情况有一点真假难明啦哈，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透过相关单位去掌握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内政部也是讲人民有主动的权利，暗过并接受境外势力指示资助，才被正做统战工具。照国家安全法规定，违反的人相关应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1亿以下罚金；违反反渗透法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1000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健康的知识，大家拢知，唔讲要去做，却是拢做袂来。讲到这癌症呢，是连续42年排伫台湾民众10大死因的头一名。卫福部公布上届新112年民众死因的统计结果，死亡人数平前一年呢减少2863个人。主要原因就是这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减少。因来讲到癌症、心脏疾病，抑个肺炎，也是这主要死因的前3名。其中癌症死亡上届多就是肺癌。卫福部公布上新个人死亡原因统计结果，112年死亡人数105,575人，比111年减少2863人。进一步看死因分析，癌症依然是10大死因的第1名，已经连续42年是第1名。第2、第3是心脏疾病甲肺炎。新冠肺炎111年是第3名，去年降到第2名。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是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排名。112年跟111年相比，那大概是少了5000多人。那在去年，因为 COVID 而死亡人数大概是8000多人。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目前大概是1000例左右。目前预估呢，今年的一个死亡率呢，可能会低于去年。伫癌症死亡发生时间顶悬，112年平均每9分53秒就一人因为癌症死亡，比111年10分7秒近14秒。去年癌症死亡人数是53116人。10大癌症死因的顺序甲111年同款。癌王肺癌依然是10大癌症的第1名，第2名是肝甲肝内胆管癌、结肠，第3名直肠甲尻川口癌。去年癌症死亡的年岁中位数是70岁，男性69岁，女性72岁。
所有癌症都是一样哈，它的成因不明哈。实证上面告诉我们，肝癌的成因中哈，有60%到70%是病毒性肝炎引起的，就是各位所耳熟能详的利息型肝炎为主，有20%的这个肝脏的问题是跟脂肪肝有关。值得注意是，虽然癌症为71年开始拢是10大死因第一名。不过，为统计资料顶悬，研看到45岁到64岁，还有65岁以上老大人，事故伤害死亡拢是跋倒排名第2，所以要提防老大人跋倒的风险。另外，65岁以上自杀死亡率虽然比111年下降，不过其他年岁层有回升到疫情进前的水准的出现，都要继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阿东病院急诊医学部的主治医师朱胜温进前伫咧面册写讲，急诊设备甲病人急救，这个医护人员是抄家伫要无命。高大医护团体今仔做会发出声明，讲阿东病院的急诊毋是个案，只代表医护人力长期不足的系统性问题。因是呼吁政府着爱带头做健康投资。那医改会是认为着爱去清点，到底是倒位伫咧欠卡手。阿东病院急诊主治医师朱胜温下诊了后记录迄暗乌营状况，连续2个乌卡病人上来用到病院最后2台，也却无抢救。其中一位紧急事会同时间多位状况急迫病人陆续送入急诊。迄暗因为大量护理离职关系，当前急救区原先只会当派出2个护理师，后手才增派人力，超量工作互团队根本挡袂牢。朱胜温指出，经过良好训练，会当同时处理多位急重症的专业护理师，即马制度唔改，为期4-5万，制度唔改，人留袂掉。在第一线抢救生命的这些医护团队，包含护理师的待遇，不如是在医美的这些护理师的一个待遇，点值不断打折的结果，是造成医院的这个收入面频频的一个下滑，而这样一个结果，当然没办法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最好的一个薪资跟待遇。对此，台湾病医协会、医师工会全联会、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等5大医护团体共同发出声明，病医受限全面健保总价预算天崩，我都从其他产业转互消费者亏损，各面临通货膨胀。即马除了护理师出作，也有新药因地进入台湾市场，医科学生无愿意选择急重症科等问题拢浮现。呼吁政府要尽速将健保总价支付制度为基础上限制转做基础目标制，检视健保点达合理性。医改会也呼吁特定科别欠人力对症才能下药。长期忽略护理人力荒，其实主要分布在特定科别以及场域的一个情况。那医改会认为，应该要加速集思广益，更能反映护理劳动现况的做法。关于急重症量能的部分，我们一直都有在监测，如果有这个可能量能的过紧的情形，我们会立刻邀请这个地方卫生机关还有医疗机构一起来商议，然后做这个资源的调度。对第一线医师反映急重症认定接来，卫福部表示对急重症量能拢有监测，若有超量负担会启动转移等既有机制。对于整体护理师欠工调，卫福部已经提出透过增加国科次数、调整奖励机制等12项方案，希望减缓现有欠护理能力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热天时啊，天气侪变化，这雨满雨伞爱穿是唔通拖。咱做伙来关心最近的天气。讲到台湾目前受到这北平海面的风面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呢到拜三进前要注意熊熊落大雨，其他地区受到热对流的影响，要注意西北风。另外，这拜五就是夏至啊，伫拜四开始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开始出现予人热加挡袂住的高温。民众啊，这防晒措施就要提早准备。拜日透早，台湾西半部地区毋是落咪咪啊雨，就是乌阴天。气象署讲，台湾即马透南南西风，北部海面上有一个风面，加上热对流真旺。北部东北部地区拜三进前要注意熊熊落大雨，其他地区要注意过头的西北风。因为北部沿海、南苏、绿岛、甲马祖受风面的影响，要注意8级到9级的强风。今明2天都还是在锋面的前缘哦，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随后到周3之后呢，随着高压逐渐的在增强，这个锋面也逐渐的往北移动。那可以是周4一直到假日这一段时间，天气上呢会越来越稳定。
水气变少，台湾整体就要来进入热浪的天气形态。俗语讲夏至爱食无爱去，是讲夏至这个节气了后，天气热甲互人无想要出门。这个拜五就是夏至。气象署讲，这种热浪的天气形态会对拜四开始，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拢会有33到35度的高温，部分地区要注意局部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之后呢，在高压的影响之下，天气变为稳定，整个大气是沉降了。那所以在高温出现的几率是越来越高哦。普遍呢，大概是在33到35度左右。那局部温度，像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可能都会有极端高温的出现。另外，台东前几天出现超过40度的高温，佮透烧风。气象署嘛提醒，拜一、拜二东南部地区也是有可能发生烧风，民众要注意。整体来看，拜四了后，全台会开始称高温，提醒民众风拍工具就要穿好。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拢希望讲，食较老受到假日时势照顾，也会当有政府的资源来甲咱斗帮助。讲到高雄市人口老化，特别进入到这超高龄社会，针对失智性的这个照顾的团体家屋，目前高雄市已经有3间会当互失智的时代得到24点钟的照顾。也因为未来这失智症的人口可能会愈来愈多，市政府也按算伫明年搁再增加2间，到时阵会当搁再收40个位的时代。在这时代对着老岁指示做运动，这是互失智时代团体家屋，内面唔但有客厅、厨房，逐间的房间拢爱有16公尺的空间，就亲像伫家己的厝内面共款舒适。伫大厝的这间团体家屋，佮特别伫眠床边设红外线感应，抓准时代要落床，就会有警铃的通知。家属表示讲，这嘛减轻因未少的负担。爱照排队、照排照行就对啊，因为伊整个的环境跟人员的照顾，我拢感觉足满意。他幸福快乐，我就高兴，我身体健康就好，没有什么啊。我这边我什么都可以吃啊。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统计，高雄市失智人口高达超过4万人。目前高雄市总共有3个团体家屋，伫凤山、大树甲旗山，通收43位的失智时代。因为团体家屋通24点钟照顾，甲一般的安养中心无共。凤山甲大树的名额已经拢满，旗山是去年才开始营运，目前是分配开放，也有12个名额。针对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那是中度以上，有咱经过医生评估有 CDI 的分数2分以上，有行动能力还可以，但照顾上觉得有困难，咱得当然用这个团体家屋的服务。团体家屋是为福部的政策，会依照患者的程度补助7000到10000。因应人口的老化，高雄市未来伫前金甲美浓区搁增设，总共会当收88个失智患者，上紧明年就会当完工。记者钟丽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讲到英国呢，这职业训练是老师伫现场教学生实际操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职业训练课程，即马有增加科技教学，运用 AR 无机设备来训练学员。另外，也规划智慧机械 IC 设计、太阳光电等产业的训练课程，要互无经验想要入到新产业的少年人有学习解读机会，也希望解决新产业欠人才问题。学生挂 VR 目镜边仔的老师看荧幕做出指导，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家人训练场拍电锯训练课程中使用的 AR 模拟设备。训练师讲，传统拍电锯的训练爱伫真热的空间，实际操作火势佮会四界喷，结合 AR 主要是会当降低实际训练的成本。伫教学上嘛，比以早一定人为咧看清楚真济。那假如我们转换成这种 VR 或是 AR 的虚拟的模拟机的话，当然我可以减少一些成本。还有减少一些耗材，然后还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模拟的方式可以呈现一个在荧幕上面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晰，然后可以跟同学去做讨论的。除了教学上引入科技应用，劳法署对去年开始嘛实施连接重点产业用人需求甲青年就业实施计划，开始这几年重点发展产业，亲像智慧机械、IC 设计、太阳光电等产业相关的人才培训课程。劳法署就业服务组讲，因透过甲产业实际的接触。发现目前一寡新兴产业是较欠人，因一方面掌握企业的需求，一方面嘛媒合学员进入新兴产业来就业，望化解目前新兴产业人才无够的问题。
我们这个重点产业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趋势啦，所以在设定上它本身就具备未来的一个在科技方面的或是比较先进的一些就是一些产业部分。那我们从就是推动到现在，我们大概去看所收集到一些职缺。目前大概是智慧基线的之类，目前的职缺看起来是比较多了。台湾这几年产业快速转型，罗法树讲新兴产业需要更加多人才。因开这课程上主要是帮助想要投入新兴产业的少年人免惊无学习经验，嘛望产业的发展会当更加顺利。记者柯选郑俊佑家人报道。台中、台艺、台华国中有一对双生仔兄弟，平常时因爸爸妈妈是伫咧夜市仔摆摊做生意，假一时会去甲因爸爸妈妈斗相共。这两个囡仔考业爸母是唔免操烦，今年国中会考佫摕到上届好成绩，未来也要做伙去读台中一中。摕会考成绩单，这对姓姚的双生仔兄弟，伫今年国中会考表现真赞，摕5A 10加的好成绩。希望就是3年后的学测，希望自己的成绩也可以这么好。然后就是自己主要是可能会想要进入像台积电这样的大公司，因为2个在不同的班级会有不同的老师，所以可能有一些小诀窍啊，或者是说那个老师怎么教的，就互相分享，互相教对方这样。爸爸妈妈不会强制，对，就可能会问我们一下，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我们也想要去为他们分担一点工作。这对双生仔兄弟读台中、台艺、台华国中，这摆国中会考2人拢考5A 10加的好成绩，确定用进入第一志愿。爸爸妈妈平常时伫夜市摆摊上班到新竹，假日是伫苗栗或者是台中，用要无闲甲透早才会转去，无精力甲时间照顾两个兄弟。毋过2人真大心，毋但会去夜市斗3工，佫会利用时间来读册。平常从小5开始就帮忙家里买夜市，尤其在假日的时候更是非常的辛苦。我不确定你读很多书，你一定会很成功，但是我知道你拥有很多知识，你的选择可以有很多。妈妈讲，夜市的生理是看天食饭，倒位有人倒位倒位去，一礼拜起码有4天暗时拢爱摆摊。虽然无法度常常陪囡仔，不过伊希望用家己做力鼓励2个兄弟，朝向家己的目标努力，未来对社会有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台北市最近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这粪数量也是愈来愈多。其中民众食无了倒掉的粪呢，一天就卖到25吨。台北市公所打造出移动式的这个自动化回收粪的机器，除了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也会当降低这清洁人员的职业伤害。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传统的方式。清洁队员爱用尽气力，真无简单，才甲对社区大楼回收来的喷桶，用人工的方式倒入去另外专用的桶仔内面。处理线已经规身躯干，回收的过程是真辛苦，而且喷桶搁重，定定拢会造成清洁人员受伤。传统的那个倾倒处理的方式，他的手臂、手腕、背部、腰、背部肌肉都会很容易拉伤。像我们现在正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仁呢，最多一个人系了2条护腰，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在记录上都有工伤这方面的工伤。为了改善清洁队员的负担，台北市公所清洁队即刻利用机械手鼓的概念，家己打造出自动回收喷的机器。未来清洁人员只要把喷桶塞到机器头前，轻轻松松就当倒掉回收。整台是用全电来发电的，没有吃到任何一滴油，也不会造成空气污染。还有它在倾倒处理的时候，达到100%，不会造成厨余外溢、2次污染地面，也减轻了工作同仁在倾倒处理完之后，还要打扫地面的这个辛劳的付出。那这样未来我们的清洁队员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就不会受伤了哦。那当然这个移动式的呢，可以跟着我们的垃圾车呢，到我们的集中式住宅来把这个大桶换成我们的这个厨余的这个桶子里面来做收集哦。
清洁队指出，目前台北地区逐工回收喷的量约25吨，未来有这台自动化的机器，若能减轻清洁队的负担，上重要的是，也袂造成清洁人员的职业伤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要有100年历史的台中当时社会馆尖塔，根据着中研院学者调查，是清代台湾林爽文事件当中1万多名罹难者抗灵骨的第一现场，有历史意义，着民众去提报文书。不过，台中市文书处勘查了后，认定讲无符合指定登录的标准。壁柜的板器更紧拢看现现，伫台中市东市区的东市社会馆尖塔是97年前起的，嘛是清朝林爽文事件的历史现场。不过当地民众真罕的有人知。我不知道呢，我还不知道你们今天没来，我不知道那里有塔嘞。是啊，不清楚他的。我不清楚。1937年起的东市社会馆尖塔建筑阁保留13高技术，尖塔边仔是日本时代的东市工会堂，即嘛是台中市老人福利服务中心。中研院学者郭志明表示，林爽文事件是清朝时代台湾上大的动乱，尖塔则是1万多的罹难者安葬的第一现场，是真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应该指定做古迹或者是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台中市文书处认为无合标准。在艺术或者建筑上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就历史的意义上，它确实非常重要。就清代最大的一次动乱，那个终结点就在这里，而且死了那么多人。现况对照老照片，环境纹理跟空间形态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并有火灾痕迹。现场残迹未有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价值。文书处表示，有接到民众提报文书，今年5月请专家学者现场勘查，发现尖塔环境甲空间改变足侪，即马已经无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的价值，怎安尼决议无要登录追踪？除非有新的证据，若无袂阁审查。不过学者认为，审议委员应该注重尖塔的历史价值，毋是建筑甲艺术。后续会和文化界人士继续参观部门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在南山山上这个花园水稻博物馆园区呢，去年8月出现2只鸟头鸟，不过今年4月熊熊消失。博物馆最近才发现，讲这鸟头鸟一家伙啊，总共有5只，搁飞回来大陆，提醒民众远远看到好，唔通去共搅扰。听到外口的声音，随外头境界，呆呆无样，真受人介意。去年8月，台南花园水稻博物馆出现2只保育类菱角蟹，逐工定点出现伫树仔顶悬。不过今年2月却消失去，官方原地动作可能是受到干扰才离开，去找其他的生态地。想袂到今年6月，2只菱角蟹总算飞回来，而且一口罩5只拢总带回来。习惯于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定居了。那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度不见。那我们原本以为说这2只菱角鲛可能是移迁到其他地方去了。这2只菱角鲛不但回来了，而且还带了3只的小菱角鲛回来。环境真袂歹啊，啥咯？水，真是水，啊，空气够好。去年研究生态的野生动物保育协会表示，菱角蟹为特别避天敌，介意伫日食有人活动、暗时僻静的所在，而且水稻博物馆的树仔生甲悬个乌，真好密起来。加上游客接触入，真做菱角蟹介意的生态地，这嘛是为虾米正定点出现的原因。因为在夜间出没的时候呢，它在环境中是没有被干扰。对于夜行性的动物来讲，它们最敏感的就是噪音。水稻博物馆除了是固定古迹以外，岛原的生态嘛是园区的特色。真正就捌有保育类红鹰，还佫有花仔花上山暗光的幼鸟仔，佮加上即摆发现的菱角蟹一口罩，拢有重要的自然保育意义。官方嘛呼吁唔通去甲干扰，避免影响菱角蟹的生态地。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
片哦，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